第27课自我锻炼第3部分。例词：公司、商业、工课、牵手、交陪、碗粿、忝忝、总铺师、继续、注重、课室、少年、肉粽、决定、设计、休困、朋友、人缘、分务、大家、健康、会晓、着爱、食饭、合作、感到、好无、散开、串啊、明啊、忍啊。例句：第一句，迄个总铺师会晓吹碗粿，嘛会晓拔肉粽。第二句，我决定甲伊合作，开一间商业设计的公司。第三句，等分务散开，咱才阁继续行，好无？第四句，串仔工课拄做煞，忝忝，无想要食饭。第五句，阮朋友明啊，甲因牵手忍啊，的人缘足好，大家拢真爱甲因交陪。第六句，若感到就爱加休困，毋通靠说家己少年，就无注重健康。